拜义雄哟。市长黄伟体率领众人虔诚参拜安平观音亭，发挥观音菩萨慈善大爱的精神。伫20档了后，佮捐赠第2台救护车，予台南市消防局前进南华区做服务。剪彩大典，观音有爱，时尚长在金节。伫仪式当中，除了高烧时致敬感谢状、祈福加持之外，庙方也佮特别以新娘的红花车抱着嫁查某囝的心情，来捐赠这台安平观音亭2号。这个所在交通真无方便哦，所以真需要急救的好的这个设备，所以咱甲这个救护车来伫南华遐到支援、到帮忙迄个而且设备是全户型的、加户型的，所以对着咱的这个伤患是讲这个病患伊的帮助非常大所以我想伫遮非常感恩着师父，感谢着观音亭。29号才拄发生新大学生伫南华千赞阳水墙渡水的意外，市长黄伟体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号召民间力量，强化偏乡医疗资源，予市民上好的紧急救护品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